新竹县环山乡之前有宣布讲要分予乡民一个人1000块的纾困金，即马新报嘛拍算要对咧做，按算是12月份要发放，一个人是2000块，就算还未摕到身份证，过来台湾的外籍配偶嘛有通领。疫情影响各行各业，有袂少县市拢传出发放纾困金，其中新竹县的部分，除了9月第一个宣布发纾困金的怀山乡以外，新报镇民代表会最近也通过，决定要发一人2000块的纾困金，一个人听到拢笑嗨嗨。对啊，超高兴的。只要不要影响到地方建设的情况下，很开心，帮助我们纾困啊。不无小补的让百姓能够度过这比较危机的那个疫情期间这样子大家辛苦证明心里有感。新报镇公所表示，准备编6700万的预算，只要是10月15进前户口设定新报的民众，拢有资格领纾困金，按算12月开始发。账上的结余，在我6年前跟现在也有结余啦。我想这个钱，我们剩下来的钱给人民过个好年也是应该的。这届发放对象并无设排付条款，唔那安尼，镇长讲，民众若是嫁出来的对象是外籍人士，就算也未领到身份证，嘛会使领。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